謝你啊，係全世界人都會受影響，因為今年係2025年25相交必選主，聽過未啊？我真係未聽過。咁你一定要學識睇呢個九宮飛星圖，每年嘅位置9個宮格都會變，所有嘅藍色都係空星嘅位置，粉紅同綠色就係我哋嘅吉星位置。但係今年咁啱喺我哋嘅中宮位就係二黑一個大災星，佢嘅能量係會同出邊8個宮位會有一個交接，當佢同吉星交接就會削弱咗吉星嘅能量，但係佢同空星交接就會放大咗空星嘅能量。中間嘅二黑同最大嘅大空星五黃相交就會有一個好大嘅災難性，所以今年大家心情都唔會好，好多事情會有破敗，好多人會破財，好多嘅意外，甚至係一啲災難，甚至生命嘅一啲威脅會發生。所以只要我哋學識睇呢個九宮飛星圖，就可以幫自己每一年簡單咁 update 自己屋企嘅家居風水或者辦公室風水，可以催旺自己一啲好運，亦都可以撳低自己嘅一啲唔好嘅運氣，簡單地幫自己擺一個風水陣。大家如果想學多啲關於家居風水嘅一個擺法，記得 follow我哋條 link 啦。